程内容，还有书写的方式。Saga， 今天呢，大家一样吼，每个人都要学习说我们的母语。当然不是说学1、2天几次就会了，我们还要持续的来练习。你楠楠，Saga，在线上的师长们还有学员们，不要客气哦。阿嘎嘎达捞号，阿嘎嘎乌噜，你们会的尽量分享。老师，语言潮就是我们提供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如果怕说的不好，就先听其他会说的人，等你会的时候，你再练习说。还有，我希望今天每个人呢都要写哦。等一下你们要写句子的时候呢，在通话中的讯息栏里面要写一句主语，鲁班扎号一句主语，再加上中文的翻译。最重要的要自己说哦，自己写的要自己念。这个平台就是提供大家说母语。如果我们不说我们的母语，我们的母语就很快就消失哈。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我也是在学习的当中，所以我们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分享。那今天的课程就是初级的绘画课程哈，主题是厨房篇。好，有看到我的资料吗？很清楚吗？清楚。有很清楚。可以哈，很爱好，所以大家等一下要练习说哈。那今天的主题是厨房篇，我们依不同的方言别哈，有很多的说法。厨房，有的人说古灶，有的说人密，有的说 Sophie， 还有早干，我不知道还有其他的说法吗？如果知道的话，等一下可以一起来分享哈。好，那等一下书写的时候呢，就在通话中的讯息栏里面，一句主语，再加上中文翻译，也要自己说哈。好，那我们就是开始咯。好，那我们接下来的第一题呢，疑问句哈，今嘛古米当当爱以古否？中文是在厨房煮饭的人是谁？今嘛古米当当爱以古否？好，那我先带大家一起练习哈。如果是我举一个例子，就说即妈母古米当当爱以古否？在厨房煮饭的人是奶奶，就是马木，那现在大家可以练习咯，就赵芳老师刚刚写的说的，好，在线上，请大家一起练习写哦。会的人先写。金妈就是谁的意思哈？你当爱煮饭的人，一股灶在厨房。你可以说几妈妈或者是姐姐或者是阿姨，好，大家都要练习写哦。好，我们有看到了。苏贤，我看到第一个苏贤哈。好，苏贤，你自己念你写的哈。等一下，我
一下。没关系，慢慢来。只因那阿姑姑咪当当啊以古放，我这写错了，是 KO。在厨房煮饭的是我的妈妈。还马达妈都好哦，念得很棒哦，很标准。好，几三弟三弟吗？嗨，真的。嗨，是伊那古米当当的伊古法。好，那中文的意思？是我妈妈在厨房煮饭的是妈妈。对，哈，基因呢？好，可以哈。好，即智慧，智慧其实都。Kaku kumitang-tangay itlami。哦，你们的是神秘。好，对，是我那中在厨文也要房里面讲一下。煮饭，在厨房煮饭的是我。对，哎，很好哦。哦，苏姐，你修正古哈。哦，好。即苏佑明因爱罗哦。好，基因啊，古米当当啊，以 Sophie。哦，你们是讲 Sophie 哈。好，中文你属于。我的妈妈在厨房煮饭。哦，可以，很好，谢谢哈。李安有没有念错哈？其实都。今嘛是李安。李安有在线上吗？有写哦。基因呢？来，你自己念可以吗？哦，是我吗？那个吉伊娜对。哦，吉伊娜诺马古，吉伊娜诺马古高米当当爱伊古法。还，你那个写到 OK，还不好意思，写打太快了，没关系哈，你等下再修正就好。你念的对哈，你念的正确，好，谢谢。你的中文翻译是在厨房煮饭的是我的妈妈，很好，你念的不错哈。好，可以继续再写第二句哦。也不一定是妈妈，也可以很多其他的人哈，在厨房啊，就按照刚刚你们写的句子再换个人就好。好，几谢谢哈，几之前。Gina ako mitang tangay itaw ka。马达麦早干中文。在厨房煮菜的是我的妈妈。对，反正都好，念得不错。改造黄改造。有isang ako kumitang-tangay ikufao，在厨房煮饭的是我的朋友。哦，这么厉害，念得很标准哦。季清华，林清华，其实都。清华有在吗？7:07这一位，清华有没有在？你写的要自己念嘿。清华有在吗？对，其实都没有声音。麦克风要打开。你用手机吗？
对，老师，不好意思，我因为我刚回来，所以我急着开电脑，我先用手机进来。可以啊，可以好啊。 ，OK，好，不好意思，好，高姑姑米当当爱伊斯菲，嗯，对，在厨房煮菜的是我。对，这样讲得非常好，好，谢谢。还继续写汉，然后继续说主语哦。林子玲，你好，先生。还好，吉马木古米当当爱伊杂搞糟尬。还中文在厨房煮饭的是奶奶。对，好，希望我们的学员呢讲主语一遍，然后中文也顺便讲哈，谢谢大家。吉嘎拉兹，嘎拉兹，嘎拉兹，你麦克风要打开哦。哦，我们的厨房有早嘎，也有人说冷蜜哈，也有古泡，也有 Sophie。好 g a r a t 你准备好了吗？换你喽，技术都。你麦克风要打开哦。g a r a t 有吗 g a r a t 阿尚。好，他写说那我帮你念嘿。鸡妈妈古米当当爱伊斯菲他写的很好。在厨房煮饭的是爸爸。好，还有其他人要写吗？线上的大家一起来练习哦，也可以复制别人的，然后再自己念这样。Minanam kita hao agak ngufu。还好，这一题还有人要写吗？好，那我们就下一题咯。Zakatusa hao mi nanam mi maan ci ina ikufao。好，mi maan ci ina ikufao。妈妈在厨房做什么？好，大家一起来写哦。mi maan ci ina ikufao。通常我们都知道哈，妈妈都在厨房做什么？会写的先写哦。我们在通话中的讯息栏里面打字，一句主语，还要加上中文翻译，然后自己写的自己念。Biasa misa ausi hao。Mimaan ci ina ikufao。大家写咯。记事本灯上是哪一位？好。Mimaan ci ina ikufao。妈妈在厨房做什么？煮饭，或者是炒菜，或者是洗碗之类的，都可以写哈。比如说米当当ci ina do hamai ikufao这样。因为有的地方方言别有的是说神秘就按照你自己的方言别语系来写来写句子。好，有咯，王嘎照，好，你来念你的。Mi kanai
嘟滴滴一因那一股放，妈妈正在厨房偷吃肉。Mika nai, Mika nai, 妈妈，Mika nai, Kuma nai，我们讲是 Kuma nai，Kuma nai 几，嘟滴滴几因那一股放，Mika nai。我们好像很少讲米感奈。老师，我问一下，米感恩有偷吃的意思吗？偷吃吗？我们偷吃的话，通常都说米达嘎歪古马恩这样，很少人说米感奈。我们都中缀嘛，动词在中就古马奈，读滴滴几音那一股放。老师，你再讲一次偷吃怎么讲？米达嘎歪古马恩。好好，我改一下。嘿，米达嘎歪哈，偷吃。好，下一位就是人mic 是吗？好，你说读。mi tang tang ai chi ina gu sa chi i gu phao。哦，很好哦，这是小朋友，对不对？嗯，啊，你几年级了4年级。啊，这么烦拿给说好，你很棒哦。这里是米当当哎，你刚刚念是米当当哎，好，你要在这里念米当当哎。爱，嘿，你再念一次。咪当当爱，嘿，伊那古沙记伊古法。哦，这边不是用古，要用度沙哈基，以古法。好，度沙哈基，沙哈基，以古法，很好。那不是用古，是用度。要用度哈，在这边我们的语句就是要用度哈，这一句要用度，咪当当爱几音呢？度沙鸡一股法，它煮的是沙鸡哈，剑笋嘛，所以我们要用度，嗨，可以吗？人咪，你念得很好哦，再继续，好来，反那技术好，还智慧。Misa turun Cina irmi。哦，人命，好，中妈妈文是在厨房做土润。哦，做讨论。人命啊，那么哎，人命是哪边的说法？我是丰滨港口部落马古达埃。好嘛，马古达爱是讲人命好，哎，还很好。阿来好，还再继续写米萨多润哦，好。米萨多润通常都在厨房比较多哈。好，还有呢，嘎拉斯阿桑，老师，我刚刚电脑出问题，所以我没有回答你。没关系，来都，我知道有时候有忘记开机，或者是有状况都没关系哈。好，嘎拉斯阿桑哈。咪当当爱吉伊那杜拉登伊斯菲，妈妈在厨房煮菜。很好 ，Sophie 是哪边的哈？可以说吗？瑞穗。哦，瑞穗是讲 Sophie。嘿，很好。有听过早干吗？早干没有哎。然后只知道 Sophie 哈。我只知道 Sophie。现在我们都知道有 Sophie， 还有早干，还有什么古法哈。因为地方部落说法不同哈，就按照自己的地方语言就好哈，也可以让大家帮助大家学习很多单字哈。好，接下来就是苏贤。老师刚刚那个傻凳是有这样拼吗？哪里？上一个。下一个。傻凳是谁写的？上面吗？对，上面傻凳怎么拼？傻凳哦，傻凳有人写傻凳吗？我看一下哈。
你当当爱基因呢？读拉哈记哦，它是写拉哈记了，少一个 h， 对，拉哈记。我的上面那一个。上面那个。Garat 那个。Garat 哦。Ji mamaku mitangtangai isfi。不是。Ji mamaku mitangtangai isfi，这样是这一句吗？7点18分那个。7点18分，16分。哦，好。哦。mitangtangai ji ina tu lateng 哦，少一个 g 好，lateng 是一个 datang 拉邓 is a fee 哦，谢谢苏显提醒我是 DATEN 吗？DN 吗？DENG 对 ，DENG 还那大那个名人可以看得清楚哦 ，DATENG 好，那个嘎拉草纠正一下好。他好像念得对，然后写的很好，苏贤你看得很清楚。好，苏贤几时多？你稍稍几音那都该信以古放。妈妈在厨房洗碗。哦，我看一下哈。妈妈在厨房洗碗，你稍稍几音那都可以，很好，念得很好。好，记清华。mi tang tang ko hamai atau mi sau sau ko kai sing isfi。mi tang tang ko hamai atau han mi sau sau都该信啊，这边都该信，isfi 对，好，来谢谢，还念得很好，反正好，麻烦那个说明稍息标准。老师那个饭也是用嘟吗？煮饭也是用嘟吗？看到他是写鼓哈，米当当都很卖，对，要用嘟。啊嘟，米稍稍嘟，改心 is a fee， 很好。好，我们煮什么都是很卖，嘟他在厨房煮饭呐，因为他有的人哈，有的地方也说煮饭是很卖，啊，有的人是口录，就这个2个说法，他这边是写很卖。啊嘟和米稍稍，嘟改姓 is a fee， 还有洗碗，他们那边讲 s fee 就是厨房了。这样讲也是很好，可以了吗？要顾改成嘟。好，还有问题吗？没有了哈。谢谢苏贤提醒哈，我要看清楚一点。扎瑞是板扎的名字吗？还是英文？不是，我叫凯莉，那个是英文啊，我不知道改，反正在这边它就是这个没办法改这个。你叫什么？对，扎丽，我叫凯莉。凯莉啊，翁我是翁我啊，凯莉还叫对翁我对，然后我写的是那个马杜嘎多基因那伊斯菲，可以这样写吗？马杜嘎多在厨房打瞌睡，应该是对你那个马跟那个杜有距离，要连起来。马杜嘎多后面那个 dok 还有一个 k 还有一个 k。对，马杜嘎多啊，基因呢 is a fee， 哎，念得很好哈。凯莉，谢谢你啊，继续哦，谢谢，还机会记录，谢谢。子琳，mi tang tang ai chỉ vì na tu phong ta an i zao cả。
哦，米当当爱几维纳，对，读发答案，发答案两个 A 中间有一个咽喉舌音哈，发答案就是树豆嘛哈。可是是少一个点吼。係咪啦？我們同個人好多只在咽喉舌音好加一個點好。还音那就等于维那，还很好啊，写的不错哦。修正一下就正确了。好，几之前，不好意思，老师，我是那个凯莉，我刚刚那个少一个 K 对不对？那后面还要加一个喉舌音吗？不用，你有多点哈，还多一个 K 就好了，是不是？对对。好的，谢谢。因为后面那个 K 啊，我们要念气音，所以你们通常都读嘎读哈，有一个 K， 听出来了哈。是，我就搞不清楚要喉舌音还是要一个 K， 我真是 K 那个咽喉舌就拿掉，嗨。好，谢谢老师，谢谢。係，樹豆那邊起碼都係之前都係。Mitanamai misafir tu rateng Cina Icauka， 妈妈在厨房学习煮菜。哇，很好哎。米丹纳麦就是学习嘛哈，很好。米丹纳麦很好哎，米沙菲哎，米沙菲你还少写一个 L， 米沙菲还之前好，米沙菲还谢谢老师。那个了哈，在尾音的时候它是儿啊，念儿米沙菲。MISAFEL 哈，杜拉邓很好，写的不错，很好，念的也很好。那个改正的就是拉邓，很好哦。现在我们就记得记得拉邓后面是 NG 好。嘎造黄黄嘎造其实都在修正的哈，修正好的也要念一下。Mitakawai kumaan tu titi Cina ikufa， 妈妈在厨房偷吃肉。对，这样才是哈，Mitakawai哈，好，很好哦，智慧也是都智慧是修正的哈，你念一下看看。Matokatok。对，这样就正确了哦。好，那个子琳的你念一次。发答案。还发答案，好，要有那个的音哈，发答案。发答案也就是光复嘛，也是我们那个树豆的意思哈，发答案。好，之前你修正的，你念一下。Mitanamai misafir tu rateng Cina Icauka， 妈妈在厨房学习煮菜。嘿，对，拉邓不是拉邓，拉邓，那个舌头要卷上去哦，那个 D 的发音是气两边发出哈，拉邓，你舌尖顶到那个上面的牙齿，气旁边发出来就拉邓，好，不是拉邓，好，很好。老师，请问一下，米沙菲跟米当当有什么不一样？米沙菲是我们有的地方讲米沙菲也是煮菜，米当当也是煮。我们部落也都是讲米沙菲，老一辈的马多阿塞都讲米沙菲，就是煮菜的意思，就是在厨房煮饭啊、煮菜，米沙菲煮菜之类的说法。米当当也是煮菜的意思，都是煮菜啦。可以吗？谢谢老师。有的地方也是讲米沙菲，我小时候都听到我们长辈都讲米沙菲多，米当当多讲，两个都是煮菜，因为地方的方言别不同。好，还有一个 sera 哈，Misaku hao tu tatukem Cina ikufao。很好哦。
中文的呢？妈妈在厨房煮龙葵汤、大头对菜汤。对，大都更大家都很熟悉哈，都吃过吗？大都更是自然长在野外的哈，也蛮好吃的。好，也可以，听说可以，就是煮清汤的话可以降火气啊，它很多功能哦，大都更啊，我们的野菜是真的非常的好。好，还有人要分享吗？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第3句咯，萨嘎嘟噜多好。第3题是说什么？Umaan ku iraay ikufaw。Umaan ku iraay ikufaw。好，今天都是问句哈，在厨房里有什么呢？可以写很多哦。厨房有很多碗啊什么的啊，碗盘很多。你家里有什么你自己知道哈？好，请大家赶快练习写哦。自己写的要自己念哈。厨房啊，大家每天都要走进厨房，特别是妈妈哈，或者是自己也是常常去厨房哈，炒菜啦，或者是洗碗啦、拿碗啦，做什么哈，都在厨房。所以厨房有什么你自己的东西你自己知道，有碗啊，对不对？还有汤匙，还有什么呢？锅子，然后都可以写哦。我们还有什么呢？洗碗巾呐，还有瓦斯炉啊，都可以写哈。Umaan ku iraay ikufaw。在厨房里有什么？哦，很快哦，现在大家的进度非常的好。好，嘎糟技术。Iraku alapit ikufaw，筷子，厨房有筷子。阿拉比，嘎糟你那个啊，伊来古东奥有咽喉舌音阿拉比。好，谢谢老师。阿拉比哈，有咯，阿拉比，筷子啊，对哦，我们厨房都少不了筷子，对不对？好，你按的。你按，你来去说，你说都。Idrako fotingo idai ikufaw。有福定古伊拉爱伊古法，很好。中文是说，厨房里有鱼吧？对呀、有福定古伊拉爱伊古法，厨房里有鱼，对，福定一定有的哈，也可以写。前面要改成那个我要把它改成 Idrago 吗？伊拉古哪里？就是有鱼是要前面是要写成Idrago 吗？伊拉古福丁伊古法也可以啊。福丁古伊拉爱伊古法哈，厨房里有鱼。好。你要写是说厨房有鱼，也可以说伊拉爱伊古法古福丁哈，厨房里有鱼这样。你这个写法也是很好。福丁古伊拉爱伊古法哈，意思是说厨房里只有鱼哈。好，谢谢。可以吗？可以。好，很好。The mic， 你的麦克风要打开哈，等你哦。The mic Adi。Iraku watao i zao ga。哇，很标准呢。
先好过中文。厨房有大碗公，对，好棒哦！大碗公是什么？瓦道。对啊，哦，对，我们那边也是说瓦道哈。我那边部落是花莲哈，我们那边大碗公都讲瓦道，其他的地方语言是不是讲瓦道哈？谢谢我们的蜜，你讲的好棒哦。好嘞，好，继续努力哦。我小朋友很爱说族语哈，大家一起说族语。好，季淑贤。伊拉古咖喱令以古放，厨房有汤匙。对，汤匙对啊。汤匙。咖喱令对啊，还有别的说法哦。你那边是讲咖喱令哈，好，很好，念得很标准。咖喱。还有什么说法？有啊，有 elos 哈，我们那边通常都讲 elos， 后来我才知道有咖喱令elos 哈。我想大家都是讲咖喱令哈，我们那个部落都讲 elos 哈。好，谢谢淑贤。清华，技术都好，伊拉个马霍伊斯菲亚哥，来很好啊，我的中文呢？厨房哦，我的厨房有那叫蒸饭桶，对对对对，蒸笼，对对，马霍就是那个米当煮那个哈哈用的。对呀，马霍号，还马霍，对，马霍，哎，很好，你有煮过吗？煮过一次，一次，一定很香哦。还在闽南南，闽南南不记说。嗨，那个哈康有煮熟吗？有煮熟。我想说，可能只再后煮一次。对，煮一次而已。煮一次就煮熟成功哎，不错哦。好，谢谢。谢谢清华。好，及嘎拉子阿上海的时候。伊拉古啷啊伊斯菲，厨房有锅子。好，锅子你再讲一次。啷啊。对，啷啊。对，后面还有一个啊的气的音哈，啷啊，可以哈，很好，念得不错，写得很好哦，标准，谢谢你，几子林都。伊拉爱古色古一糟尬，厨房有锅铲。对 ，scoop， scoop 一糟尬，你那个糟哈写 W 哈，你写到一改一下，老师我更正了，还更正了啊，好，你看得很快哈，在后面，很好，然后糟尬，scoop，谢谢，好，阿来第三呢，好，锅铲叫 scoop， 好，我们又多学会了一个单字哈 ，scoop。好，嘎昭，你修正的哈，也要念哦。伊拉古阿拉比伊古放，厨房里有筷子。对，很好，阿拉比，好，子林修正的哈，修正的，可以再念一次哦。好，伊拉爱古色古以糟尬，厨房有锅铲。对 ，scoop， 你是锅铲是炒菜的那个吗？那个炒菜的那个锅铲，炒菜的叫 scoop 哦，很好，我以为是那个圆锹啊，原来是想一下，原来是炒菜的那个锅铲哈。可是那个圆的也是叫 scoop 吗？还是？对啊，我们那边是，我不知道其他的是不是讲 scoop。
我们的那个锅铲是讲那个顶系，可能我们顶系可能是外来语啦，就是顶系就是很多种说法。我们那边是讲顶系啊，你这边讲 scoop 也对哦。有的地方语言都是讲 scoop。对。好，阿来，谢谢。阿来，反正好过说罗米说标准。我们的信海，信海兄海，其实都。马里盖吗？林星海哦，其实好，你弟弟他说我先，他是写厨房有碗柜、切菜板，还有菜刀。星海，刚刚有电话，对不起，Kira aku saya itu mana itu pakai singan di Kufau， 厨房有碗、柜、切菜板，还有菜刀。你那个伊拉跟古要分开呀。伊拉空格古塞度那个外古读奥没有那个咽喉舌音，外古啦咽头舌音要去掉要拿掉。马奈什么？马奈度是你们那边的说法吗？切菜板。马奈度马奈度很好。pakai singan。要分开啊。以古号地点那个要分开，跟古号要分开哈。好，修正一下，很好，马里盖，谢谢你，阿来。我又学到了马奈度。我们那边的说法是打几干这样，打几干就是切菜的。谢谢。好，谢谢你。好，修正一下，好 ，eros， 对，之前写 eros day， 我们那边是讲 eros。来，阿来几书写，然后马上就写，帮我们写上去。还几呀吼，几哼，这怎么念 ？K。庆荣。庆荣系庆荣，其实好。好。有阿达基歪古伊拉埃伊古法。好，厨房有小辣椒是吗？阿达基歪好，你们那边讲阿达基歪有的地方是讲阿达基歪。阿达基歪你们是阿达基歪对你们那边是讲阿达基外我也不确定，我是跟别人学的。真的。对。我们通常都听到是阿达基外，可能你听到那个部落是讲阿达基外，也有人这么说是没有错。是我听不清楚。阿达基外是一吗？第二个字，第二个。对，阿达基外古伊拉埃伊古，对，阿达基外是一。OK， 所以我就跟你确认是不是？我也不确定。就阿达基外可能有我们不知道的啦，就是阿达基外，通常人家讲不清楚是会阿达基外讲。阿达基外阿来提索南，阿来，几之前。Ida ku parut biar kaising Alapit atau saitu ijauka， 厨房里有炉灶、盘子、碗、筷子，还有菜刀。给你拍手，一记其实还有很多伊拉古巴鲁你写炉灶嘛，比亚尔还那么盘子，还很好，有的地方讲沙拉比亚尔也对改心就是碗，阿拉比你写对了，阿杜塞杜。一招嘎很好，写得很好也念得不错。吉利安，你安米当当等于米沙菲尔对，
，Misafer 很好，谢没谢有就你。想丢出来确认一下是不是可以通用。可以啊。哦，好，谢谢。通用啊，米当当，有的地方是说 Misafer， 对，我从小都听到 Misafer， 通用，好，两个都可以用哈，都是煮菜的意思。好，几碗芡吗？嗨，嗨Iraku jinnah atau salami ikufau。好，你的中文翻译是？厨房有盐，还有糖。哦，满韩国糖。扎拉米，扎拉米啊，那么，嗨第一次听到扎拉米耶。有的地方说啦，糖的意思也可以说糖果。金啦也很好啊，金啦。有的地方说吉啦，都一样哈，都是盐巴。好，伊拉古金啦，都扎拉米。伊古法大家写到了哈，扎拉米就是砂糖，是吗？婉倩，砂糖哈，扎拉米，阿来第三号，好，大家都很热络哈，然后还有人要学习吗？等一下写的时候一样哦，一句主语还要翻成中文，自己写的要自己念哈，好。Saga 18多号，我们接下来第4句咯。第4题是什么呢？ Binaku tuki malahok kisu。Binaku tuki malahok kisu。现在我们讲到时间哈，你几点吃中饭？大家想一下，你都几点吃中饭？写一下。几点几分？大家想一下，几点几分？马拉霍几点几分吃中餐？我们大家一起来写哈。Kafana ano miso？ 弟弟真好。有的12点，有的时候11点。有的是11点半吃中餐，有的是上班来不及吃中午餐，就是下午1点反正早上上班嘛，好嘛，在还有多中午一定要吃中餐好才会有体力，这一阵嘛大家好，所以有时候像我有时候肚子饿了就11点就吃饭了哈。小包子在古都基，我就吃中餐了。好，也欢迎那个线上的，还有其他没有写的哈，也是可以练习，也可以旁听哦。大家在念的时候也可以一起念，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就是要互动，然后要学说主语你有说才会有进步念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就修正就好了。嘎嘎打扰哟。好，伊拉多吉李安给说Safatu sai ko toki kaku malahok。Safatu sai ko toki kaku malahok。Safatu sai ko toki 很好，我12点吃中，你的中文是这样哈，我12点吃午餐，很好，谢谢你，李安，念得很好，谢谢。来，季淑贤。我拼错在爱，我那个选错。你先念没关系。然后嘎咕，在爱嘎然后嘎咕你念。我今天没有吃午餐。很好哦，有的人中餐是省略了哈。好，有时候我们打字很快没关系，修正就好了。在念的时候就念标准也是对哈，念得很好。他说在爱嘎然后嘎咕你念
我今天没有吃午餐。有的人来不及吃就不吃了，很好。三粒吗？这样念吗？给说。我12点钟吃中餐。好，很好呢，很准时12点钟。反正给说好，我们的教念得很好。反正那麦给说的教好。係。反正那麦听得出来係反正都好，谢谢。子清华。嗨，Safau tu saku tuki malahok gaku， 老师，我那个少写了一个 K。对，你念的有 K 哦。刚刚发现到有错字，应该都你念对在修正，在写的方面再修正就好。早一点发现也不错好，马拉 hok 记得后面有一个 K， 可是我们念的时候是气的音马拉 hok， 我们不能念马拉 hok 发情音的时候是歌比如说嘎固它在尾音的时候是气音科这样念好，很好来子清华好，改造你修正好了是我啊，我用错账号。好，很好。这埃嘎拉好嘎古阿尼尼也很好哦。我们写错了没关系有时候我们打字打太快，或者是没有注意到就打到旁边的没关系好，几个造黄嘎造给说好。伊嘎拉好干嘎古阿马拉后，我在中午吃午餐。可以啊，伊嘎拉好干嘎古阿马拉后，你很厉害呢，我会写伊嘎拉好干嘎古就是中午的时候吃中餐，都很好。然后有的人写的比较慢可以我们就等你也可以在后面写也没关系轮到你的时候你就来念就好了可以在后面再补充。好，还有人要写吗？好，那我们就接下一题咯。如果还有人想写的话也没关系哦。那在后边呢还没有写的也欢迎你也在一起写。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学习刚刚误说哟，不要不好意思。好之前几说好。抓好马拉好嘎古阿尼尼阿鲁米阿。我今天还没有吃中餐。抓好，抓好，哎呦，有这个说法，抓好马拉好阿古，抓好嘎古应该是嘎古打错。对，你刚刚念嘎古嘛我没有注意听，我再看，你刚刚再念一次好了。之前你要改哦。对，抓好马拉好嘎古阿尼尼阿鲁米阿，应该是嘎古我今天还没有吃中餐。阿来信息。鲁米阿有一个有点，他也写得很好。抓好马拉好，抓好马拉好嘎古阿尼尼鲁米阿。好，应该是说抓好嘎拉好。嘎古阿尼尼鲁米阿好，修正一下。老师上面还有一句。还有吗？李岸的。上面呢？谁？Sera 对不起，好，你要跟陆安Sera 给说好。好。Tusa Safau kutuki ilakupang kyo amala hokaku。很好 ，Tusa Safau kutuki。ilakupang kyo。马拉 hokaku 很好，你的中文是
我中午12点半吃，我12点半吃午餐。老师，我比较想问那个赌沙沙报跟沙报赌沙都可以，都是可以的，对，是吗？在我们的书本上有写赌沙沙报或是沙报赌沙。还有因为我很怕错，但老人家今天一直纠正我，就是傻报在后面，然后我就很担心我是不是一直用错。OK 啊，好啊。可以问一下吗？就是像那个，就是傻包赌萨拿来，就是说那个时间的话，是要傻包赌萨还是傻包赌萨爱？你可以说赌沙古沙包，或是沙包赌萨都可以。赌沙沙包外是吗？还是说沙包？因为上个礼拜的，就是这个时间的课啊，在教那个比拿，就是那个时间问时间，好像后面他是有说要加那个 AY， 就是可以，嘿，所以也是，就是也是可以通的这样。对，嘿，时间上赌沙沙包或是沙包赌萨都可以哈。好，很好。谢谢老师，我厘清一下，是不是赌沙古沙放啊？如果沙放放前面，是不是沙放哀赌沙？是这样的意思吗？没有我们课本里面9节那边都写沙放赌萨，或者是赌沙沙放、赌沙古沙放这样。我们依照课本教学，就是通常海岸的话。沙包赌沙，沙包只在这样；11的话，沙包只在，沙包赌沙这样。所以赌沙放前面要加姑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赌沙姑要加个姑是不是？也有写这样，书写上就是赌沙古沙包在。对，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像课本写的，就是我也觉得他们写的就是赌沙古沙包也有这样写。可是他们在数字那边，我有看过，就是赌沙沙包或是沙包赌沙这样子，或是在句子里面我也发现说赌沙古沙包这样，意思都是一样，12，可以吗？谢谢你在读嘎咕。其实都就是那个除了傻包赌萨，还有别的说辞吗？就是12点。12点呢，都是沙包赌沙古赌记。或是赌沙古沙包赌记这样，就是后面就是会有变化，所以他现在写说赌沙沙包古赌记伊拉古班旧所以如果沙包赌萨就是没有别的说辞了，沙包就是沙包赌萨就是中午的意思，这样就是12点。对，我刚刚就有一个改造写说伊嘎拉后干就是中午。对，了解。你可以用时间数字去写，也可以用嘎拉后干，就是中午那个时间，这样就是那个说法。马老师，我们那边有写说穆德比拉古杜萨呢？穆德比拉古杜萨赌记这样对，有的人有这么说。好，通常就是我们常听到说伊嘎拉后干就代表12点嘛，还有赌沙古沙包也是讲12点钟，沙包赌沙古赌记也都是12点钟，就依照个人的方言别去写，都是通的。好，谢谢，这样有理解吗？还有刚刚佑许你说穆德比拉古杜萨杜基马拉后嘎古。穆德比拉古杜萨杜基是哦。我很少听到这样，穆德比拉古杜萨杜基这样你做一个拉说法兰奥是这样法兰奥不是马兰。哎呀，谢谢你分享呢。穆德杜萨杜基这样。穆德比拉古杜萨san。那这里这边有一个说法是穆德比拉古杜萨。嘎咕吉法兰奥嘎咕。在古伊法兰奥的意思。我刚刚在想说可不可以这样打，想说会不会怪怪的。可以啊，刚刚那个佑勋也这么说啊。反正是中文有不同的说法，你就按你部落的说法这样讲就对了好，谢谢大家。来。
我看嘎拉好干也是代表中午啊。哎呦，大嘴都啥啥包鸡呀都还，sera 了吗？sera 的念过了哈。走啊，哎，伊里安还有修正，哪里还没有念？哎，看一下，米酱的还没有念。米酱佩如，快点哦，我们念到佩如的。好。Tusaku safau kutuki iraku马拉后嘎固。哦，你少写了对不对？对，我们要打上去。对。好，那你再念一次，你念完我们就8点休息10分钟。好。Tusaku safau，还有吗？可以了。可以哦。对呀，这可以。好，我12点钟吃饭。好，把涵涵都给打赌10分钟，我的把婚号8点10分再进来上线。阿来，你拿弄好，一来技术，修正好的。爸爸真个古啊，你阿扎都正，我早去买。对，188正很好，写对了。没有错哈。好，来。有没有听到声音？有啊，有听到你的声音。好，很标准哦。加萨子，你说修改的。伊加拉菲安嘎古阿米扎盖杜拉登。伊加拉菲我帮我买菜。伊加拉菲安呐。我下面有改。我下面有改了。我刚干，有改很好。对，你改了。好，伊加拉菲安嘎古阿米扎盖杜拉登，很好。没错，谢谢。几时啦？日语介词啊，一级法啊，对，一级法喊努尼亚有哦，就是日语介词哦。一级法是日本日语哈。有吗？那个谁刚刚说市场有一级法，参考他的哈，一级法市场很好，谢谢。清华有修正了哈，马哈勒，马哈勒，应该是日啊，你是改马哈勒古达亚阿古达拉伊印级法。米扎盖杜拉登，好，你那个日那边再修正就好了哈。我知道你刚刚没有修正到这个日。好，还有人要写哈，也可以慢慢写哈。等一下我们一样可以一起练习。好，下一题咯。好，然后下一题是第6题了。好，第6题是说，伊哈做啊技术米当当都很卖。你曾何时煮饭？伊哈做啊技术米当当都很卖。你在什么时候呢？你曾何时煮饭？好，婉倩是说嘎拉里阿扎安蔡宗涵教授的词典里面，嘎拉里阿扎安可以哦，市场。嘎拉里阿扎安谢谢你婉倩。好，第6题多好。好，局长说一级法，嘎拉里阿扎安，还有里阿扎安市场。这边有写，谢谢你哈。一级法，嘎拉里阿扎安，里阿扎安讲的都是市场。好，
好，Sera，你念一下你的，我不会。Mafukir kaku amitangtang tu hamai。也很好啊，真的吼。Mafukir kaku amitangtang tu hamai，真的，也是写对哦。如果我会煮饭呢，也可以说我会煮饭哈。我喜欢煮饭也可以哈。好，或者是说我很会煮饭也都可以写哈。你好做啊，其实阿米当当都很卖，好很卖。有的地方讲喉咙，像我们那边饭是讲喉咙，人家说喉咙是稀饭，很卖有的地方也讲很卖就是饭啊。好，接下来请 Alice Mansaki 说找人头。Mazahil tu ku wawa aku. Mitangtang tu hemai kaku pakaan ku wawa aku。pakaan tu wawa aku哈，那边กู要改成tu wawa aku。对，写得很好。你中文的意思是？假如我的小孩饿了，我会煮饭给我的小孩吃。哇，很好。Mazahil 你写得很好哎，只是在那个赌那กู要改成。好，谢谢。pakaan tu wawa aku 这样哈。好，谢谢你。这样麻烦那技术呢，句子越写越长了麻烦那爱的技术好，系，加州技术好。弟呀吼，嘎咕阿米当当都很卖。我以前煮过饭。弟呀吼很好。弟呀吼，弟呀吼也可以哦。我以前煮过饭，现在没有煮饭了哈。对的。很好。弟呀吼是指小时候吗？很好。还有其他的人哦。也可以说我中午煮饭啊，或者是晚上煮饭，都可以哈。好，这个比较难写吗？还是好，没关系哈。如果你不会写，你就看其他的人哈，写得很好，也可以在旁边一起练习。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哈，你刚刚上一题要阿努哈族啊，现在你要以哈族啊，这两个有什么差别？阿努哈族啊，就是指未来嘛，未来什么时候何时？以哈族啊，就是指过去的时间，过去就是像你以前。阿努哈族啊，就是指未来未来的时间。谢谢老师。好，可以哈。以哈族啊，就是指过去的时间，什么时候你过去煮过饭好，还有吗？更正。你是更正赌娃娃阿姑，很好。好。是不是人家不知道我讲的阿努哈族啊？刚刚没有解释哈。阿努哈族啊，就是指未来的时候，就什么时候。以哈族啊，就是指过去，就是以前你曾什么时候煮过饭的意思哈。谢谢嘎造提醒我。好，可以哈。以哈族啊，就是指过去的时间。好。还有人要写哈，可以再继续写哦。那我们就接续到第7题好了。有书写的哈，好，请说。等一下。saya tu pitang kaku tu hemai。老师，我的那个要放哪里啊？很久没煮。pitang kaku tu hemai，对啊。我没有，我已经没有煮饭。我要放那个很久的话，要放在哪里？哈拉芬要放在哪里？哈拉芬tu kaku在pitang tu hemai。哈拉芬tu kaku在pitang tu hemai，这样。哈拉芬
就是前面，好了，冰毒嘎固，哦，放在最前面。嘿，好了，冰好，毒谢谢老师。好了，冰毒嘎固在爱比当当都很卖，嘿，我已经很久没有煮饭了。啊，可以哈，好了，冰毒就是很久没有煮饭了，好几人民小朋友4年级呢，很棒哦，几说好？嗨，刚刚是我的女儿啊，是哦，哦，好，几说。好。Mahamago falozo ako mi tang tang do holo gago。如果心情好，我就煮饭。哎，真的哈，那心情不好就不煮饭的意思，很好啊。人命你念得很好，你很会讲呢。也教你的女儿。看着就会讲。啊，对，趁今天要多讲哈，很棒。跟女儿一起学习族语是最好的示范，好，要不断的学习哦。好，他说心情不好就不煮饭，心情很美丽就煮饭，很好，写得很好。不好就叫外送啊，对，现在反正都很方便，好，谢谢你，还反正都谢谢。很多人生气的时候，心情不好就怕煮饭的时候菜煮的不好吃，因为生气嘛，个得好。心情很好的时候，一定煮的很香的菜，哎，要看心情。好，先提其实都Hai, iraku jikang aku mitang-tang tu hulu hamai kaku。哦，中文是说我有时间就会煮饭，很好啊。哦，iraku jikang就是时间，如果我有时间，我就煮饭。现在的人都很忙碌嘛，哈，通常有时间才煮饭，很好，谢谢你写的很好。好啦，谢谢。你们大家都很棒。好，志贤。Satu miaca kaku tu hamai， 我的饭都是用买的。哦，satu，你那个是satu，没有那个啦，要一起。satu sa miaca kaku tu hamai， satu sa u miacaan rumahku ku hamai 啊 ，satu sa miaca kaku tu hamai， 那个satu要写 h， 没有那个点。可以吗？没有音哈，所以satu sa miaca kaku tu hamai， 我都是买，我的饭都是用买的。好，改造的是修正的哈，书写的。好了，fin tu kaku saya tu bidang dang tu hamai， 好，你念一次，我刚刚是帮你念的。好了，fin tu bidang dang tu hamai。很好，对，就是这样，很久没有煮饭菜了，很好。哎，谢谢苏贤。纪清华。Hai, i sakaranam atau sakarafi mitang-tang ko hamai kaku。哦，可以这样子写吗，老师？i sakaranam ikaranaman 应该是 ikaranaman 那个哈 karanaman 它有 r 的哈，是写 r i saka ikaranaman 就好了，不要 saka ikaranaman atau kalafian mitang-tang都很麦嘎固，这样才可以哈。清华。好，老师你可以再说一次吗？karanaman atau kalafian 就是早上和晚上哈。mitang-tang都很麦嘎固，这样。请问老师，哎，那个假如是说那个 halafin 都嘎固。杂埃嘎不要用度可以吗？杂埃嘎比当当都很卖，这样可以吗？也可以啊，用打跟度都 OK 吗？嘿，杂埃嘎比当当嘎杂埃嘎比当当都很卖。我看哈拉芬都嘎古杂埃
嘎比当当都很卖，可以啊。可以爱读比当当都很卖也可以。可以哈，好，谢谢老师。係愛都很好嘞，好，好嘞，謝謝。清華，你有寫哈？以嘎拉那曼就是早上的時間嘛，還有晚上的時候煮飯。有老師，我正在修正，等我一下。好，可以哈，好，你慢慢修正哦。好，之前你修正好了哈。Satu sa kaku tuhmai，satu sa mi aja kaku tuhmai，也可以哈，很好，修正好了。satu 哈，都是饭都是用买的。好，修正。一个人，好，你念一次。一Karena naman atau kalafian mitang-tang ko hamay kako。mitang-tang to hamay，mitang-tang to要用to。对不起，我刚刚忘记改到了。OK。哎，你打很快，很好，修正一下就好了，念得很好。嗨，这张技术都。其他技术。局长，王局长，技术好。是马老師，是班內信息。係。咪當當都嘎咕都很麥都羅米阿米阿斯，我每天都煮飯。哦。羅米都羅米阿米啊，很好呢。可以啊。這位是夫人嗎？對。哎，謝謝夫人念得很好，好像夫人好像不是板扎嗨，白浪也念得很好呢，米当当啊，那局長有口福咯，他夫人每天都煮飯，他念得很好哎，很標準。Saka masuk sup kako ani。一定的啊，每天常吃一定是身體健康嘛，所說是正常的。謝謝你好，來好，大家都很棒哦，都很踴躍的寫哈，要寫，然後還要念哈，印象比較深刻，對不對？好，來kita nan好，那我們就接下來，好了，fin讀讀那第6題、第7題多好哦。以哈做啊，就是指過去哦，以哈做啊。chỉ mama mi fanau tu開心以下做chỉ mama mi fanau tu開心以下做就是指過去哈。爸爸曾何時洗碗這個也跟上一句差不多哈。以下做爸爸很少洗碗哈。想一下爸爸什麼時候洗碗？有時候爸爸也會分擔啊，現在是。有時候男生有時間就會洗碗，想一下爸爸，你爸爸什麼時候曾經洗碗？以下做就是指過去的時間哈。萨嘎比多多好，第7題讀給大家，時間過得很快哦，希望大家熱絡的寫哈，大家努力的寫哈，有寫哈就比較好。加上說自己說，印象就更深刻，而且在語調方面就會越說越標準。老師，請問一下，米法撈是哪裡的語言？我們這邊講米沙燒。可以啊，米法撈是我們花蓮富里鄉那邊是講米法撈哈，就是米法撈，法撈本身就是講池塘嘛，米法撈就是洗碗的意思，米燒燒也是洗的意思。你可以用你的米燒燒、米沙燒都可以。米沙燒，好，謝謝。第2聲好喲。也可以說上一題我們有講以下做就是指過去的那段時間，過去的時間哈。我們練習哈，沒關係哈。
如果大家有会的，如果是形式看不清楚啊，念错了，你们也可以纠正我一下哈。有时候想很多，然后看字看很小就会念错，你们也可以纠正我一下哦。好，大家一起来学习哈，我也是在学习中。嘎招。爱比能嘎咕吉妈妈按阿咪撒烧都改信。我不曾看过爸爸洗碗。在爱比能嘎咕，在爱比能嘎咕咪吉妈妈按阿咪烧烧啊，你用咪撒烧都改信啊，很好。他不曾看过爸爸洗碗了，他可能你不在的时候就洗碗了哈。谢谢嘎造。应该是。对，你上学的时候他就洗碗了。老师，他是不是应该说在爱后比爸嘎能？也可以啊。你发现了哈，三妹，谢谢你。在爱后，对，我改一下，对。看嘛哈，我们很多老师呢。哎呀，好厉害呀，真棒！呢，麻烦来几三妹啊，哈，所以你们也可以，如果我念的时候觉得正确，你觉得好像要加什么，也可以分享哦。来几三妹啊，好，改造再修正一下就好。好，几毛后我看一下，好，李安。你烦恼读改心读罗米亚米尔。你烦恼啊？你的中文呢？爸爸每天都洗碗。对啊，你有修正哦。对很好，我只看上面，我想说你煮饭啊、洗碗。对啊，你烦恼吉妈妈都改心都罗米亚米尔，很好呢，爸爸好认真哦。就是智慧不够多，所以先借用一下汪局长的。很好啊，就是要这样，然后加上你要说，对不对？对，这样多练习对你就很大的帮助哈。好，谢谢。主语会练得更好。很好，谢谢你哈，也可以复制上面的，没问题哈。好，因为我们互相学习嘛，你拿那么给到好，在这个平台本来就是互相学习，很好，谢谢你。好。刚刚是史拉说米烦恼只洗碗器皿，米烧烧是饭只洗啊，都可以哈，谢谢你史拉。好，有的地方说米烦恼哈，我从小时候都讲米烦恼都开心讲，因为我们爸爸妈妈说米烦恼，我们的阿嬷都讲米烦恼哈，我也跟着讲米烦恼好。后来也有人讲说米烧烧、米沙烧都可以哈，米烧烧、米沙烧都是可以的，谢谢，是啦。好，那米技术多，米烦恼都改心吉娃妈都罗米阿米爱，爸爸每天都洗碗。很好，妈妈就等于是碗妈哈，哇，爸爸好认真哦。谢谢你，拜拜。The mix 念得很好。Hai, Sarah, Pacihal. Hai. Anu mas Fiji ina tu mamaan, misasau tu kaisin ji mama. 你说 Anu mas Fiji ina ji mamaan 呢？要用直接ji ina ji mamaan 来。米嫂嫂都开心，吉妈妈爸爸就去洗碗，然后妈妈用生气的方法，很好啊，吉妈妈安好谢谢你修正就好了哈。好 ，Alice 其实都Hai, matayal ji mama aji ina aku, saka mi pasang kaku mi fanau tu kaisin. 我答其实好厉害呀！念得好，然后他又很愿意帮父母做事哈。哎呦，希望我的孩子也这样子。好，谢谢你，很厉害呢。你要多写一点哈。
好，改造的是修正的，来改造，请。Sa ayay ho pinanagaku jimamaan ami sasao tu gaisi。哎，对，这样就很标准了啊！我们要谢谢三妹哈，在爱好啊，这一个好，哎，就完整了。好，之前你说的。Anu makete ci inai, mifanaw tuko kaising ci mama aku，当妈妈生气了，我的爸爸就会洗碗。米烦恼都改姓及妈妈阿姑才可以啊，米烦恼都改姓这样两个都可以，米烦恼都改姓及妈妈阿姑，你这边要用米烦恼都改姓及妈妈阿姑啊，比较顺，嗨。然后每次都是妈妈生气了哈，因为妈妈上班很累了，爸爸都坐在那里都不洗碗哈，妈妈就生气。爸爸就乖乖的洗碗，这样哈，因为妈妈每天都洗碗，希望爸爸洗一次碗也好，谢谢你。哦，沈娜说我大，其实啊 ，Alice 很会哈，好，大家都很棒啦，好，沈娜的有修正的哈，沈娜阿弟，你修正了，你说，你连完说。Anu masfi ci ina ci mamaan, mi sasau tu kaising ci mama。对，哎，你念的也很好哦，很棒哦，大家今天都念的都很好，还，修正的哦，他哪里修啊？来，之前你修正的，你自己给说个咪消息。Anu makete ci inai, mifanaw tu kaising ci mama aku。对，烦恼都开心，ci mama aku很好，嗨。好 ，Alice 猪，你这边是什么？阿来找卡凡扎嘎萨嘎米哈达达南嘎古对呀，就是不会才要学嘛，然后会的话，就不用哦。当然不会，我们才要学习。当然，我们的母语就是要继续的学啦。哦，我不是说我很会，我不学不行哈，我也有很多不会的单字哦，有时候还要去查字典，跟大家一样。所以啊，刚刚乌图给大号，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还有10分钟，我们把握时间，我们看一下哦。好，下一题哦，第8题，曼莎。Bina ku kaising nu rumah namu 啊，这个很简单的回答哈。你们家的碗有几个啊？有的小家庭，有的大家庭，哈，算一下啊，大概几个碗？哈，这个很好发挥哈。Bina ku kaising nu rumah namu， 一定很多碗哈。没有人没有碗的啦，吃饭都要用到改姓。好，好，我们的局长说，来，王局长举手好。去班内信息。哎，一班内信息，班内阿弟。嗨，我大呀啊，米烦恼都改心及妈妈。爸爸每天晚上都洗碗。哎，念得越来越好了。哦，沙呀，这样哈，可以呀。沙呀，每天。大呀，对。对，我们还没念。都改心及妈妈。很好，谢谢我们的板奈信息哈。哎，念得很长的句子不简单哦。对，来哈，好，我们一起学习嘛哈。好，子熙，嗨，嗨，你及妈妈咪烦恼都开心。哦，爸爸是这样吗？对啊，阿尼尼莎和及妈妈也可以说阿尼尼莎和哈，阿尼尼现在就说伊玛蒂尼也可以哈，阿尼尼也对啊，阿尼尼及妈妈咪烦恼都开心，对啊，对嘿，阿尼尼嘿很好，谢谢。
阿妮妮也可以说今天呢，也可以说现在哈。阿妮妮，好，我们通常会说阿妮妮3号及妈妈咪烦恼都开心哈。爸爸现在才洗碗，这样，爸爸现在才在洗碗哈，也很好，你这样写也是可以。好，谢谢你，子熙，谢谢。苏贤。米苏埃，我家很短。再念一次，我们听不清楚，你麦克风有关吼。阿西海古改新努鲁玛阿古。哦，我家里很多这样听到吗？有啊，有，这样就听到了。我家里很多碗的意思吼。对哈，你的中文是说我家里很多碗，很我很多碗，对对，很多碗。好，很好，谢谢苏贤。这样子对，可以啊。你还有个可以形容吗？阿姑，可以啊，这样写对。好，今早几首好。只在阿苏我开心努玛阿姑，我家的碗有100个。哦，很多呢，是不是？你买很多碗摆在家里可以啊，我100个、1000个都可以哈。好，谢谢嘎造，念的也很好哦。只在说哦，你很多客人哈。阿鲁曼古拉放一说，谢谢吉嘎造湾，很多碗，对，有时候我们很会打字的人哈，就会打很快，没关系。好，人民给说好。嗨。你们爱古改新努鲁玛嘎咪，我们家有5个碗。哦，嘎咪要改成尼亚。尼亚好。你们爱古改新努鲁玛尼亚，我们家有5个碗，5个人吗？5个碗很好啊，写得对，念得很好。来接了米干，Cindy 几首好。嗨。阿里海古盖西努鲁玛古，我家很多碗，应该要改嘎咪后面。没有啊，阿里海古盖西努鲁玛阿姑也可以啊，我的家有很多碗呐，我家有很多碗，可以啊。这样也可以。对，这样是对的。嗨，阿赖信息。阿刚跟我说不客气哈，李安。喜欢爱个改心喏，罗马嘎咪，我们家有9个碗。喜欢爱好尼亚好，喜欢爱古改心努鲁玛尼亚好，后面改尼亚。尼亚哦，尼亚好。我们家有9个碗，很好呢，你算的9个碗，好，李安。然后那个。阿迪海个改心喏，罗马诺马古，就后面用罗马古是可以的吗？可以啊，罗马古等于阿古，罗马古也可以说阿古，等于是罗马古。我家有很多碗，可以，罗马古，我的家有很多碗，很好，我家很多碗，很好啊，很多碗。也可以说很少，也可以说几个，可以讲数量，因为通常家里都很多碗嘛，有时候也可以放着，有时候很多会破掉啊，洗碗的时候不小心就就会破掉，有时候小朋友洗碗呢就会破掉，洗碗的时候不小心会弄破就会买很多碗预备好。之前给说好。Awa ai ko hapinang kako papina ai ko kaising iruma ako， 我不清楚我家有几个碗。我爱过hapinang，这边是说在爱个hapinang，古，pina ai，你应该说在爱个要用在爱个hapinang aku pina ai ku kaising iruma aku， 这样在爱个hapinang。
我爱古，我爱古比浪阿古。如果说你要用我爱古比浪，不要加哈啊，我爱古比浪可以。阿古比浪爱古开心，一路嘛阿古，这样也对哈，可以吗？来，星星。嗨，谢谢你。好 ，the mix 是修正的哈。the mix 我先好。你妈爱古改姓努鲁玛尼亚，我们家有5个碗。嘿，很好，谢谢你，修正的李安。李安。你妈爱古改姓努罗马诺尼亚。很好，哎，是啦。巴比娜是指人，对对，巴比娜是指人哈，比娜是指一般的哈，多少？好，大家都很踊跃哦，大家写的都很棒。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阿来达摩南号，今天大家都很棒哦，念的都很好。希望下次我们再继续练习，好吗？好。来。好，阿赖星星，我们的时间也到了。阿赖，谢谢大家。阿赖，谢谢，下次一定要上线哦。谢谢你们，阿赖。阿拉用星星。阿拉用，阿拉用。